賽前分析4月22號，快活谷第一場8號添喜運，5歲馬潘頓鄭俊偉馬房，孭122磅抽4檔現平27，近期同程贏過28分。先講三大優勢，第一強配潘頓發揮穩陣，騎練同程入票率近39。第二上仗末段衝刺力強，後勁夠凌厲反谷草窄場啱晒。第三副係遙遠星空早熟，場地適應力強，4檔起步好。隱憂係同程勝率得嗰8%，中段走位被動焗住留後追，兩大威脅對手。6號快樂寶寶上仗受困都衝得咁勁，質素評分全場最高有威脅。4號獵寶勤一檔起步好位前速夠快，同程入 Q 率超過40%，呢兩匹馬今場都要睇實。賽前分析4月22號，快活谷第二場7號焦點7歲仔，周俊樂騎，尤達榮馬房，126磅一檔，現平32分，同程最佳37，三個優點，一檔作數，谷草窄場啱晒腳法，父系金獎將出過金槍60，一哩實力唔使懷疑。上賽末段追得勁，狀態反緊嚟，一個隱憂，7歲老馬，體力未必頂得住。兩大威脅對手。2號神驅馬靈上賽同程贏馬，追勢強勁。8號朗日雪風上賽同程第3，排內當搶頭。賽前分析4月22號，快活谷第三場，6號八心之星4歲，梁家俊偉達馬房，124磅一檔現平48，同程佳績平46分。血統父係花旗，子字谷草街舞係善交沙，場地適應1哩，優勢一檔黃金檔，內欄慳位好跟前。優勢2同程入 Q，46分有力爭勝。優勢3血統有獎力，谷草窄場適應強。隱憂上賽起步受阻，走勢欠順狀態宜。兩大威脅對手。4號康昌之星近兩仗同程第4，9號耀昌盛世上賽同程季軍。賽前分析4月22號，快活谷第4場9號馬驕陽紅心，3歲仔希威森騎，血統靚，上賽衝刺最快，6檔外搭要搶位，唯一隱憂是體力。兩大對手3號幸運愉快同埋6號銳木要提防。賽前分析4月22號，快活谷第5場12號馬過關勇士3歲仔，希威森騎沈集成馬房嘅，負117磅抽4檔平41分，近期表現夠晒穩定。第一優勢上將跑第4名，走勢討好完全唔失禮。第二優勢神貨試閘贏得靚，狀態忽到漏有準備就緒。第三優勢血統早熟短途惡，父係1級賽冠軍谷草啱，唯一隱憂就係初次跑谷草，窄場轉彎要考佢適應力。兩大威脅對手要留意。1號凌利標區同程常入位，上仗跑第2狀態正處高峰。11號雷神太保潘頓揸 fit， 排一檔快放試閘走勢勁。賽前分析2026年4月22日快活谷第6場，1號馬添開心6歲騎師周俊樂，伍鵬志馬房133磅2檔現時60分，近期同程佳績52分血統，父係 Per Incanto， 子字泥草皆宜窄場適應力強。優勢1 2檔內檔谷草1000好位。優勢2操足度跳83次試閘3次游水83次。優勢3同程曾入 Q 谷草1200逆上名。隱憂上賽氣管有血休116日狀態難料。兩大威脅對手。5號遙遙日上同程33%勝率78%入位。首本路程谷草1000專家。4號美麗登場上賽同程亞軍潘頓騎，前速快直路保持走勢。賽前分析4月22號，第7場10號富心星4歲莫雷拉方加柏，121磅4檔現平65分，同程佳60分。優勢1上賽大勝兩個馬位狀態癲。優勢2 4檔內檔搶放啱晒步速。優勢3老豆巨富正宗短途料谷草店。
隱憂，升班對手強輕磅都係考驗。兩大威脅對手：1號馬力，上賽同程亞軍潘頓二檔；5號品德寶寶，上賽同程冠軍入 Q 率70%。賽前分析4月22日快活谷第8場，11號長勝將軍5歲騎師潘頓，廖康銘馬房117磅11檔，現時評62分，同程佳績評53分。血統老豆係長生鳥線跑中長途，場地適應度谷草1800米贏過，優勢一上場同程贏馬路程最啱，優勢2潘頓騎合作好，優勢3隻孭117磅好輕，隱憂11檔起步外搭可能蝕位。兩大威脅對手：1號奔放上場同程亞軍布文騎前領力強，3號中國心上場同程季軍谷草性能準。賽前分析4月22日快活谷第9場，1號馬志滿同行5歲，騎師潘頓文家良馬房135磅排4檔，現評77分，同程最佳69分。優勢1上賽同程贏馬，末段加速好勁，狀態巔峰。優勢2潘頓騎得夾，4檔內檔好位易手。優勢3血統靚，父係巨富金拖鞋冠軍，短途性能一流，谷草好啱。隱憂負重135磅，全場最重，仲有韌帶舊患。兩大威脅對手：4號好節拍，上賽同程大勝太放巔峰；6號粵港之區，上賽同程亞軍後勁好犀利，